好啊！呢一個係一個探索香港嘅故事，第一站荃灣西，沿途仲見到汀九橋同青馬大橋，真係壯觀。我就到咗啦，哇！今日真係陽光明媚啊！接下嚟要去嘅係好早以前，我就已經透過互聯網睇到汀九村嘅靚相，等唔切啦，好想快啲開始旅程。你好，我係瑞善，今日就由我同你介紹啦。汀九村係一個依山而建嘅小漁村，沿住樓梯一路去到岸邊，古樸嘅小屋同埋清新自然嘅氣息，令我仿佛置身於宮崎駿嘅動漫世界之中。呢度真係非常靜，呢度人煙稀少，原居民大多搬走咗，只留低雀仔嘅叫聲同埋海浪起起落落嘅聲音，俾我嘅感覺真係好冷清。抬頭一睇就係汀九橋，湛藍嘅天空同萬里白雲襯托住呢座橋，喺佢嘅身後係青馬大橋，佢哋緊緊相連，凌駕於大海，氣勢雄偉。避開咗商務感嘅同時，仲有煙火氣息，唔止係嗅覺，仲係海洋嘅生命同自由，生生不息。我哋到咗啦，冇錯，呢度係維港，係都市輝煌嘅象徵。哇，有富豪雪糕，維港兩岸都係高樓大廈，無不體現住現代大都市嘅繁華。更係人們希望同夢想嘅交匯，令人心潮澎湃。今日真係好運氣，可以睇到海盜船。喺呢度，我仲可以感受到一個城市嘅活力同魅力。每當夜幕降臨，每個港口都彷彿喺度閃爍，令我每次嚟到都心生向往。隨住一棟棟摩天大樓同閃爍嘅霓虹燈，彷彿喺度見證歷史嘅變遷。星光閃爍嘅維多利亞港，唔係只係有漁船輕搖嘅樂聲，而係交錯住現代與傳統、東方與西方嘅交響樂。呢啲狗仔都幾可愛，但係有啲恐怖。Wow! Wow! Wow!